這交房殿久無人居，臣妾想重新整修布置一番，也讓大王看個新鮮。你是寡人的王后，这些許小事，你自己做主便是。是，大王这麼說，臣妾就安心了。妹妹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今日若不是靠妹妹的才智，很難打下魏氏姐妹的氣焰。其實她們並不懼怕我一個小小應試，能讓她們低頭的，還不是因為姐姐的位分。大王想要一個清靜的後宮，我也並非妒忌之人，容不得大王與別的女人親近。我只是厭惡那些想要算計我的人罷了。倘若魏氏姐妹真能看在我的位分上夾起尾巴做人，我也會放他們一馬的。只怕難遂姐姐心願，他們想要的永遠比姐姐能給的多。妹妹看到魏夫人臉色了沒有？白裡有青的。魏夫人在後宮經營這麼多年，今日大約也是輕視了姐姐，才會措手不及。以後日子還長着呢。我一想到交房殿大小物件都要搬到魏夫人和魏少使的殿中去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永香令給我列了個清單，大小物件有上百件呢，車子運過去得好大一堆。魏夫人和她的族妹妹，面對他們謙遜有禮的先王後，大約要好好哭一場才是。姐姐的法子果真有用。我打算過幾日再去他們房中查一查，假若少一件東西都不依他們若敢不把那些廢物當寶貝供起来，我定要治他們一個大不敬之罪。只是光出一口惡氣還不夠，還需要細心找出他們陷害姐姐的證據，才能向大王出手，鏟除禍根，不留後患。妹妹，姐姐還有一個心思。環顧着秦宮，色彩沉悶，布置單調，說好聽了是樸實無華，說不好聽是熬青守淡。姐姐想，也讓這秦宮繽紛絢麗，有一點新氣象。對，那姐姐不妨把楚國帶來的絲綢錦緞給各宮的嬪妃們送些過去，再讓宮裡的縫人繡娘給他們和他們的應試，以及他們身邊的宮女們多做些新裝。另外，既然姐姐要重新修整交房殿，那不如裡裡外外都按照姐姐喜好的楚風來陳設，讓人耳目一新，有另一番天地。別提了，這裡簡直就是魏夫人的天下。你看各宮嬪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順眼、曲意奉承的樣子。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後的威風欺負人慣了，她的勢力雖盤根錯節，但也並非牢不可破。宮中的嬪妃都是來自諸國，各有各的厲害，各有各的心思。看模樣，唐夫人應當是個老實人，魏良人雖眉眼精明，但言語卻謹慎小心。姐姐，何不借着這些錦緞絲綢，與他們多走動走動？妹妹說的有道理。王後，大王他一會兒就要來了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妹妹，我還有事要問你。你真的不願意服侍大王？姐姐一定知道，莊子曾經說過一個故事。楚國有一隻神龜，已死3000年。楚王以錦緞竹匣藏神龜於廟堂之上。你說對於這隻神龜來講，它是寧願死後留下骨頭讓人珍藏，還是寧願快樂地活在爛泥裡？妹妹胸無大志，只想做一隻泥土中的烏龜。望姐姐允許，3年之後，讓我帶着葵姑和小冉離開秦宮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強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王後，今日的情形，奴婢在一旁都看見了。王后的確是贏了一局，
可那個芈月的風頭，簡直蓋過了王後。你也該看到了，當時除了月兒，無人能幫我。月兒不爭寵，不要名分，你還要她如何？奴婢多嘴了，王后息。